回来啦。来给我，去冰箱拿点吃的啊！我出去一趟。你要去哪儿啊？李太太他们家说没水了，我过去看一下。没水找园区啊，找你干嘛？哎呀，你老婆我不是超人吗？还是我去看吧，不然有点闹情绪。你别去了，听话啊！你在家里边待着，好好休息。我去。你行吗？男人干的事儿。早点回来啊！哎呀，怎么样？做修理工的感觉还好吗？比设计芯片难多了。现在研发那么缺人手，你还白天晚上的连轴转，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要重新招人，在国内找博士，我亲自带。又要做研发，又要带新人，你以为你是超人啊？就算你浑身是铁，你能打几颗钉啊？能打几颗就打几颗。我打算去趟美国，去把那些太太们安抚好，把博士们请回来。不是，在这好好的销售总监过刀，你要跑去美国做妇联主任啊？你团队都没有了，我还做什么销售啊？你要相信我，只要有我在，团队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我不许你走。不行，我必须要去。东升也会去，我能说服几个博士回来，他就带几个人回来。听你这话的意思，你这是去了就不回来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解决，你也看到了，那些太太们一个两个都吃不了苦的，也根本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他们也只是普通人，都想要发财，并且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吃最少的苦，赚最多的钱，你懂吧？只有 CEO、CTO 的太太都陪在他们身边，帮他们料理好后勤工作，你的团队才能更稳固，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都是我不好，是我非要走这条路的。哎，你快看看今天的月亮，今天15还是16啊？月亮这么大这么圆，好漂亮啊！没有你漂亮。哎呀，我不管了，你不要走啊！我不许你走。有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走，你这么好，一走被人给抢跑了怎么办呢？不会的，你跟谁跑啊？怎么不会的？我知道那个易贝的那个詹姆斯就特别喜欢你。你怎么知道？小翠说的。嗯。哎，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都怀了你的孩子了，还怎么跑？真假的？哎，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男孩女孩呀？多久了？啊？哎，你这个人真的是……那不行，那更不能让你走了。万一大的小的一块跑了怎么办呢？那我们跑慢点，你再追我一次呀！哎，不行！你杀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哎呀，不！这什么事情？搞创业搞得劳燕分飞的。这就是海归创业的现实。多数人都舍不得国内的无限可能，但是又舍不得放弃国外已经稳定富足的生活，两者都想要，这怎么可能呢？要么就给自己彻底断了退路，留在国内，要不呢，就回到国外，过着一眼可以望到底的生活。那些企图当海鸥的人，哼，海鸥能飞多远呀？
那我给你带了2瓶这个，说 DHA 对孕妇很好，你吃吃看。搞得跟你怀过似的，你怎么知道的？什么事情瞒得过我呀？消息还挺快。是你消息太慢了吧？快说说吧，一会儿什么个计划？李东升马上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跟厉东升首先必须得确定关系，然后我跟你呢，又不得不为了巨大的利益而留在美国。其实啊，你心里是非常不放心东升的，但是呢，不，这套说法管用吗？哎呀，你要说服那群太太们，我们肯定要比他们更惨才行啊！你说你这么漂亮，居然还为了东升自杀过，那他们这样心里是不是平衡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哎呀，你这个剧情太狗血了吧！演的嘛，又不是真的，好好演啊！我努力吧，我不一定表现得好啊。我去吧，你坐在这儿。你好，你是？你好，我是肖博士的太太。哦，肖博士的太太。真乖呀。张太太，你看现在像我家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家肖博士还能在国内待着吗？肖博士在国内待着，不是为了你们家更好的未来吗？你现在家里没人管，孩子没人带，你跟我谈什么未来呢？而且呀，不是已经出了空姐的事了吗？空姐的事不也摆平了吗？翻篇了以后不提了啊。再说了，你们家肖博士不是这样的人，这我信。他现在呢，在国内打拼，也是为了你们这个家更好的未来，才不得已跟家人短暂分开的嘛。我们心里也有家国情怀，也希望理想不要被现实打败。我得跟你谈点实际的。国内现在上学不是要户口吗？那你没户口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找一些关系，是吧？那我回去人生地不熟，我上哪儿去找这个关系？我有个朋友，孩子5岁了，到现在还在上托班。我就问你，这种事你们管吗？管啊！我这不回来了吗？政府有政策，我跟你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是你想，就算这么难，肖博士也不愿意回来，也坚持在国内。你想过是为什么吗？硅谷的房价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因为满大街都是科技新贵。一个创业公司要是成功了，连公司前台的股票都够买好房子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赌一把？可是现在眼前的问题真的太多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就现实的解决，一条一条的给你落到实处。周末我们开个会，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需求和问题一条一条的全都列下来，把我们的 CEO 厉东升到时候也叫过来，我必须要求他给你一个当面的保障，好不好？别想了啊，会好的。饿了吧？让小翠给你倒碗鸡汤，特别好喝。小翠，谢谢，帮我倒碗鸡汤。OK，Let's go。OK，谢谢。哎呦，我说你们可真够行的，一帮大老爷们儿来都来了，都这么腼腆。我提，今天来一个是因为太太们的原因，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江本来答应给我们的钱，结果没给。有什么就是说，都自家兄弟说。东升，在国内待的这段时间呢，我说心里话，跟我当初的想象还是有出入的。别的我不知道，就目前来说，李悦的团队都要比我们强大。他们强吗？我怎么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在哪儿？咱们现在就在硅谷，你们这么认为吗？他们强？如果是假强大，难道不是更可怕吗？都说国内的审核手续复杂，我们回去啊，真觉得复杂。有些事儿，有些人呢，对我们并不公允。所以咱们才需要改变嘛。你们现在就是被吓着了。现在给我们投资的是谁？星光科技的灵光耀，星光科技也是数一数二的芯片设计公司。对，这样的背书不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吗？啊？都说创业是什么？
啊，创业就是在和平时期里面最灿烂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创个业，我告诉你们，一个创业的人1年里面经历的悲欢离合，比一个不创业的人10年里面经历的还得多，还得丰富。你们之所以跟着我们，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改变，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喜欢挑战。那既然喜欢挑战，目前这么一点点困难，就至于把初心给忘了，至于吗？东升，这个跟初心无关。按照你们当初的规划，那当然很完美了，我们大家也都是认可。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刚才也提到了不确定性。现在，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如何把这种希望变成现实。很简单，我们回国创业，希望为国家做点事，实现自我价值。我们现在又不是没有钱，咱们现在有钱，怕什么？如果咱们赢了，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咱们就是神话。如果输了，如果影童也不曾亏欠大家，不瞒大家说，我确实想减你们工资来着，但是海潮和林夕人家不答应，跟我吵了一架，对吧？我们是一家非常有人情味的企业。李总啊，你又把我们说动心了啊！我把你们说动心，真够逗的。你们本来心里就有谱，知道回来是权宜之计吗？现在在湾区找份工作容易吗？啊，很费劲。你交出那些简历，现在有回音吗？没有吧？你看是不是？李哥，我听说您太太让您最近转行卖房产，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咱们怎么卖也不可能卖得过那些能说会道的女经纪人，咱没戏。对，卖不过。你是最惨的，最惨的，还得是我们这位好哥哥。哎，别，行了，都自家兄弟。陈太太让陈博士不当陈博士了，干嘛呢？去 WFG 这种保险机构。这种毁论的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大哥？不少。而且你还得自己先买几份保险，你图啥？您图啥？对吧？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努一把赌一把，是不是？啊？东升，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知道，太太们的事儿嘛，是不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gentlemen, everything in control。东升，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能答应林光耀12个月完成通讯测试呢？你当我们是超人吗？创业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哎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也是电子系毕业的，你是专业人士。12个月，啊，设计、流片、通讯测试，你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企业可以做到？我把博士们给你们带回来了，带回来也不够。我已经和同学们联系过了，欢叔可以辞职回来。你给我50个欢叔，也许还有一点可能。那还是有可能。我再提醒你一下，600万只够我们流片2次，团队还有庞大的人员开销。就算咱们3个人1分钱都不拿，也只能撑16个月，我就要开始下一轮融资。我理解你的苦衷，但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但是你是张海潮啊。我是张海潮，但我不是神仙。哎，大消息！大消息！大消息！大消息啊！怎么了？你们消息太闭塞了。李月流片成功了，现在要开发布会呢。我现在就赶过去争取一些投资份额。他流片成功了？对呀。听听，锣鼓队就是我请来的。哎呦，东哥的这个眼光不要太准了，我不跟你们多讲，我得过去了啊！过去了啊！走了。走。李月合伙多久了？16个月了。16个月？怎么可能啊？大家都知道，李月博士回来的时候制定了一个4年规划，第1、第2年卧薪尝胆，第3年一鸣惊人，第4年海纳百川，鹏程万里。
可他还是太谦虚了，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在短短16个月后，他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爆炸性新闻。关总太热情了，这些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李岳博士您好，您发布的唐芯1号将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通讯芯片，也填补了我国通讯领域的空白。那么您将如何证明唐芯1号的性能呢？感谢你提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啊。确实，科技的研发必须充满工匠精神，也必须被严谨的认证。所以呢，我将在本月的26号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届时我会邀请多名学者和这方面的专家对我的芯片进行鉴定，欢迎大家前来监督。大家都知道啊，秦宇东先生是华源智新的投资人，也是远航科技的早期投资人。请秦宇东先生也和我们说几句。诸位，我在日本是待了很多年，半导体撑起了日本富裕的昨天，但是遗憾的是啊，日美贸易战让日本是一蹶不振，多少人破产，多少人的房子跌破底价，他们背负着贷款，用一辈子的钱去还一套已经失去了价值的房子。因为芯片产生的战争会影响到每一个老百姓和每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谢谢李岳，谢谢能让我参与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啊，不客气。哎呀，我说阿土啊，你老说跟东哥关系好，那好在哪儿？华源智新不带你玩，那远航科技也不要。李总，来跪下。哎呀，这个远航科技的估值现在都这么高，这摆明了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你别在这给我提这2个字，提这2个字就兴奋。听说你的东哥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华源智新和远航科技上。那当然了，这么好高回报的项目，他可使得让别人分一杯羹呢。哎，你去跟他说说，他吃肉，我们喝汤也行嘛，对不对？对。我跟你说啊，芯片在国外那可是比石油都要大的买卖。关总，这个凤凰单丛啊，可是好不容易托朋搞来的，很不错的，一会儿你尝尝。你呀，就是随和，还亲自给我泡茶。之前我去对面的领通，都没人给我瓶水。还有这事儿？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你的员工说，要请他们去法国旅游。总算有点成绩了，也该让员工高兴一下嘛。您不常说，好的企业就应该以人为本。哎呀，羡慕啊，都想辞职来远航了。我们这种半政府机构哪有这样的福利啊？来，尝尝这个茶。关总，您心系天下，当然严格要求自己了。您看，嫂子和你家公子有没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吗？哎呦，那我替我们家那口子说声谢谢了啊！您客气。不过我儿子要补课，不一定能挤出时间。这样啊，那您看情况，有时间就一块儿去。关总、李总，领通科技的李总来了。请他进来吧。好的。你也真是脾气好。哎，关总、李总，哎，荣好，哎，你好，办公室挺大啊。坐，早就应该过来拜访你们了，但是一直没时间。好，应该我来拜访您。你又不是没对领通抛过橄榄枝，人家又不领情。确实是因为我的原因，没能让
李总和海潮合作上。张海潮这个人啊，比较重情义，但是每提到李总的时候，那都是赞不绝口。尤其是这次的成果，不知道方不方便给2张请帖，我和海潮过来，学习学习。是这样，我们这发布会啊，有人数限制啊，地方小啊，给他们，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长江的骄傲。就是嘛，嘿。那听管总吧。啊，这是凤凰单丛吧？嗯，切猴头。这样啊，劲儿的。嗯。干嘛不给他？那2个都是惹事的主，你看看他刚才那样子。我们现在压着他们打，他们心里难免会不痛快。我又担心发布会的时候，别出什么情况。有我在，你怕什么呀？这俩人真逗，自己一嘴毛，还说别人是妖精，怎么有脸皮这么厚的人啊？啊？以为他们在美国干过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吗？这可是互联网时代，发封邮件就能连底裤都知道。不说了，不说了，来，咱们喝茶。拜拜，费心了，慢点啊！拜拜。Nancy. Hey, Penny. He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 food delivery? I remember you married the CEO of a listed company after you moved out of our Action House. What happened? He's started his own business again. Not 后勤. What's that? Like a granary during the war. Oh, it's so pity. Your husband is wasting your potential and your talent. How could be so selfish?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back. But I was so impressed. How did you sell it to Mexican shareholders? How did you make it? It's unfair for you to do that. It's all right. I'm fine. Oh. I have to go. Okay. See ya. See ya. Bye. 怎么回事？我不看了就不滑了，这么滑起来，滑起来！哎，米娅，走，林夕，很好，黄林夕，哎，来了！哎呦，你这怀着孕呢，一点都不注意，你胆子真大！哎呀，放心吧，我没事儿。这是你的热巧克力，亲爱的。哦，好渴，喝点热乎的。哎，我说，你教这帮小朋友滑冰的事儿，海潮知道吗？我傻呀，我怎么会让他知道呀？你胆子可真大，你这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呀？不会的，你以为那帮太太们好搞吗？很难搞的。我现在每周给他们送餐，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怎么着？我欠他们的呀。所以呢，我就想出了这一招。啊，行，别看了。哎呀，这紫霞还是原来的紫霞。哎，我听说甲骨文的3号员工是个单亲爸爸，就带孩子去学了1次设计，就迷恋上了紫霞。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张海潮？同生了，我觉得你得抓紧时间。你呀，不要以这种过来人的方式教育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比你强。等会儿发布会悠着点儿，只有小孩子才会戳穿皇帝的心意，知不知道？
你们先聊啊。东哥，这手这不错啊。东哥，东哥，哎呦，好，唐兴第一啊，中国第一，厉害厉害啊！太小看东哥了。东哥以后弄不好是世界第一呢。哎，对不起，我先过去。哎，好了。你们也来了啊？哎呦，真是心胸大，心胸大的人格局就大。对手也是朋友嘛。啊，对，都是朋友啊。人虽然在国外，但是一直心系祖国啊，要为国家做贡献。中国梦、中国心都有了。没有，那素质得需要你们的帮忙。你再看看你，都亏您，不是我说你，对，这还真不行。也是年轻人这是不？人家出城的。好，那么你们先聊这个。于老王，李总，杨院士，你这创新发展啊！芯片我们已经测试过了，中国奇迹。过奖了。您这是为祖国争光了，赶超国外就靠您了。中国现在缺的就像你这些人。我相信以后呢，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李总啊，等这发布会结束，咱们约个时间。我们学院的王院长啊，也想去拜访你啊。好，没问题，咱们到时候见。唐鑫，真有意思，做晶片弄得像做溏心鲍鱼一样。我们很荣幸地宣布，唐鑫1号已经顺利经受住了由5名学者、6名半导体专家组成的顶级专家测试团队的考验，测试结果达到了全世界先进的水准。现场亲爱的记者朋友们，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这位小姐，您先来。你好，请问李岳总，这枚芯片是您自己设计的吗？排长，当然。我记得您的博士论文是模拟和混合电路的故障模型和测试技术，这跟集成电路设计完全是2个不同的领域。什么意思？做测试的就不能做设计了？是的，确实很难。看来你不相信中国有奇迹，也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能制造奇迹。不是，我相信有奇迹，但是奇迹的背后都是有逻辑的。我刚在门口看到您做的那张源代码设计图是208角，但为什么这枚芯片却是144角？海潮总，你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也不相信各位学者和专家们吗？是的，我完全不信。张海潮，差不多行了。我知道你们领头技术远航，可人家就是比你强，你能不能尊师重道一些？在场的哪个学者教授不是你的前辈？关总，海潮一直是清华天才，有反叛精神也是可以的。对，没错，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尊重恩师。他在去美国留学前眼睛瞎了，被伯克利的克雷格教授特招，结果他读了一会儿就不读了。我们发邮件问克雷格教授怎么评价张海潮，大家猜他怎么说的？克雷格回答 ：“No comment， 无可奉告。”张海潮，我原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让你的恩师不愿评价你。今天我明白了。这件事情跟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请李岳总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做导航了？他不能做导航。回答不出来吧？这个问题我们也发邮件询问了 TF 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黄，猜人家是怎么回复的？布莱恩说：“张海潮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没有之一。”有空在这嘲笑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如好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寻找好正确的方向。
放开他！要干嘛？这拉他休息一下。好，没事啊，你们继续。哎，走。兄弟，都没事，继续。抱歉啊，各位，我们继续。没关系啊，没关系，在集成电路发展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会面对各种质疑，有来自国外的，有来自同胞的，我坦然接受，等待梦想越好。你拦着我干什么？就看他这么白白浪费国家的钱，可那些对中国半导体抱有希望的投资人，长江高科技园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回馈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这颗芯片，你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吗？海潮，肥皂泡泡迟早会破，他们肯定量产不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现在这么多人支持远航，也包括长江的领导，你这样不是打领导的脸吗？该打脸的时候必须要打脸，这种虚无缥缈的梦，早晚是会碎的。你试了呀？你打破了吗？没有任何计策就这么上，倒霉的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么多专家都认定了这枚芯片，没有证据，不是把这帮专家通通都得罪了吗？以后他们还要来帮我们认证我们的芯片，而且该拿的钱里边都拿完了。你等他12个月。等你流片成功、测试成功，它还量产不了，狐狸尾巴自然露出来。行了，别看了，人都走了。这俩人真不是东西啊！李东升来要请帖的时候就不怀好意。我已经打听过了，当初他在美国就是个刺儿头，正事儿不干，要么卖软件。要么办老鼠会，要么开武术馆，这么一个唯利是图的烂人，摇身一变成爱国 CEO 了。长江也真是，对芯片企业太渴望才会这样。今天这个发布会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就中间有这么小插曲嘛，是不是？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差吧，要不然林光耀怎么会投资呢？他可是懂技术的。师兄。他们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一些。林光耀呢也是伯克利的，张海潮在导航领域确实有所建树。林光耀也是相信张海潮能做出导航芯片。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您看您能否出个面，劝劝海潮，让他还是做回导航芯片。我们远航科技呢，在通讯领域已经遥遥领先了。论资金跟体量，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强做下去，对他们也不好。你说呢？世界，你就是爱体恤的人。我就是比较遗憾啊，我好奇他们为什么做不了导航芯片了，有什么原因能否说出来，看看有没有协商的空间。我虽然没在美国上学，对那边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欧洲呢，有些人脉。说不定能帮上忙。李二，你能这么说，我还是挺高兴的。我们国家太需要导航芯片了，这也是为国家考虑。对嘛，这样的格局才大。我去试一试，好吧？那我就以茶代酒，谢师哥。嗨，客气。没事了吧？放心啦，你乖了好不好？管好你自己，都上新闻了。真不理解，长江科创怎么能把钱给这种人？那怎么办呀？谁让你没有博士文凭？要文凭我可以弄10个来，我就觉得他在浪费国家的钱。行了行了，那我不跟你说了，马上到我产检了啊，拜拜。好了，走吧。哎，你有没有办法能查到那个李月到底什么来头？你想干什么呀？还想揭发他？李东升都说了，他分析过，这事儿吧就不能贸然行动。贸然什么贸然啊？他们那帮人就爱端着，揭发也有好多种的嘛。像我老公那种在发布会上揭发，那就是最傻的。那你想怎么办呀？
我又不懂半导体，我肯定没办法找到它的破绽。这事儿你也指望不上我了，半导体我也不是专家。那破绽也不非得用我们自己找吧？哎，小翠那个食堂什么时候开业？我忘了，我得问问。不是这两件事什么关系啊？你又有什么坏主意啊？秦总，请。请坐，请坐。哎，这在海归中啊，他们俩是最优秀的。是，你们都跟我说过了嘛，所以说今天特地过来见见。哎，你坐吧，华总。秦总，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海潮，李越已经在通讯芯片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你就没有必要再硬碰硬了。这不就是内耗吗？我们就是想帮你无从下手啊。我觉得你倒不如重新回到导航领域。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解决。东哥的路子很广的。秦总，我这个人啊，想好了的事情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收回去。海潮啊，个性这个东西，能不能先放一边儿？有些事，你们肯定都知道。60年代末，灯塔计划虽然为过而终，但作为先驱者，在技术和方向上为咱们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再说后来，1983年，陈院士提出的双星定位，在我国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用低的费用建成用于区域导航定位的系统。这种方法能将导航、定位和通信三者结合起来，是多么伟大的创新啊！将来我们还可以扩大到全球定位，大到摆脱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的处境，小到在生活各方面带来便利。海潮啊，国家已经启动了导航项目，只有卫星是不够的。如果说我们有自己的导航芯片和与之匹配的导航系统，就能够延续前辈的传奇与使命啊！如果说你们愿意做导航芯片，我可以倾尽我的所有来支持你们。倾尽所有？可我听说你已经倾尽所有，去帮助李越了。我可以让阿土他们来投资，就是我担保的那部投资。哎，东哥，什么你担保呀？一句话我们就上了。钱总，再问一下，您给远航的下一笔投资，什么时候到账？10个月之后，量产之前。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呀？当时应该只是随便问问。秦总，您果然就跟传说中的一样，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过誉了。其实啊，我就是太渴望中国能有自己的芯片了。那这样，为了实现您的愿望，我们决定还做通讯芯片。先喝一杯吧，坐着。哎，好嘞，不好意思啊，是我掉的。哎，谢谢，没事。哎，这，抢到了，下头终于抢到了，这回赶紧吃着都凉了。这下可以回家给我娃补钙了。哎呀，真不错呀，正长个呢。哎，你跟你妈电话打通没有啊？
哎呀，你别提了，我去的太晚了，小卖部电话亭早就关门了。那明天再打。哎，这回我给你看好时间，保证给你1秒不超。上回超了3秒，多花了5毛钱，这怪心疼的。好，哎，咱上工的时候电话亭还没开呢，这几年吧，老娘犯病了，是真担心啊。哎，先别想那么多，吃吧。二位您串好了，谢谢，不客气，慢用点。那天您新买菜回来的时候跟我说，在菜市场的那些叔叔阿姨们，就是为了省几毛钱，宁可买昨天已经泛酸的豆腐。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为我抚